如果大家唔想俾假公司呃，今日就一條片教你點樣分辨假公司。大家好，最近有個客同我哋傾開偈，話佢之前揾咗間防水公司，做完防水過咗幾個月又再漏水，點知打返去先發現公司已經執咗笠，連人都揾唔到。其實呢個情況喺香港真係越嚟越普遍，東張西望都有報道，市面上多咗好多山寨防水公司同裝修公司，想揾間有信譽有保養嘅公司真係越嚟越難。所以今日呢，我哋就嚟教大家點樣一眼睇穿呢啲假公司。如果係有限公司，就可以去公司註冊處做個簡單嘅身世調查，仲可以查到間公司幾時成立。而如果係無限公司，就可以去香港政府一站通睇下嗰間所謂公司到底有冇做過註冊。今次我哋會出兩段片，分成兩集去教大家點樣去做調查。第一集就先教大家去點用公司註冊處嘅電子服務網頁。首先打開公司註冊處嘅網站，揾電子服務網頁，再點擊無登記使用者查冊，然後填寫一啲個人資料。見到呢個界面之後，只要喺呢度輸入你想查嘅公司名，就可以即刻知道呢間公司係咪真係有限公司，幾時成立，係咪真係存在。以下我哋會拎幾間個所謂公司做例子，基本上都係 Google 好易揾到嘅公司。第一間公司，佢話自己係政府認可嘅防水公司，仲話2014年就成立啦。我哋返去公司註冊處查一查啦，結果係冇記錄，即係假公司。再嚟第二間公司，呢間公司就話自己專業可靠、信譽保證，仲話油浸嘢就可以防水。我哋再去公司註冊處一查咧，結果都係冇記錄，即係又係假公司。第三間公司就比較有趣，聲稱經驗豐富，創立於2004年。我哋再去公司註冊處查一查呢間公司先。好，呢間公司係有註冊嘅，但係再睇落去咧，原來佢係成立於2023年啦，即係虛報公司成立日期。市場上充斥住假公司同虛假聲明嘅公司啦，咁啊仲有好多成日轉名嘅僵屍公司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探下，我諗會有更多驚喜出現嘅。睇完今日嘅分享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學識點樣分辨有限公司嘅真偽。下集將會教大家利用政府一站通去睇無限公司有冇註冊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片，請 follow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 Facebook 專頁，下次見。